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今仔日读到一段的经节，伫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。伫即个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内底所讲到的，甲咱伫顶礼拜伫彼得后书中间所讲的有一个真大的无共。伫顶礼拜咱讲的有讲到长老，伫即礼拜咱看到的有啥物？看到的有管理教会内底的事务的。然后，若是看咱今仔日所看的经节，咱也会差不多会记一，会发现讲第6章第1节，伊讲当迄时学生加添济济，有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，甲对希伯来人出怨言，因为因的寡妇无得到应该有的供应。教会伫迄个中间有供应，但是有人摕无到。即个摕无到真趣味哦。伫圣经内底，伊才有讲到2种无共款的人。我若是用较简单的话，咱的白话字的台语的圣经是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。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，其实意思就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，讲希腊话的犹太人。若另外一种人是叫做希伯来人。即个希伯来人，伊指的是啥物款的人？其实伫遮的希伯来人，伊所讲的就亲像耶稣。耶稣伫伊迄个时代时，耶稣讲啥物话？你哪会知影讲阿兰话？希伯来人毋是讲希伯来话吗？希伯来人敢是讲希伯来话？有可能伫迄当时，足侪希伯来人拢毋是讲希伯来话。若是迄当时，伊耶稣甲伊的学生大部分所讲的语言是啥物？是阿兰语。阿兰语大概用近台湾的情形讲起来，亲像啥物款的语言？台湾话。阿兰语就是迄当时在地的人所讲的话。耶稣是对的人，咱拢讲耶稣是啥物？什么人？耶稣？拿撒勒人耶稣，还有一个叫做什么？加利利人耶稣。拿撒勒伫加利利，加利利伫对，加利利伫北边，他在北边。这个北边的所在，就是古早伫犹太人因要灭国进前，北边的以色列国。北边的以色列国叫亚述帝国灭亡的时，亚述帝国伊用足侪外来的移民去到遐，互因通婚，所以后来生出来的囡仔、生出来的人叫做啥物人？撒玛利亚人。所以撒玛利亚人互犹太人，就是南边的犹太人看袂起，因为他们是混血的。因遮的人，包括耶稣，因讲的话是啥物款的话？阿兰话。耶稣的时代，耶稣是讲阿兰话，伊毋是讲希伯来语，伊毋是讲希伯来语，伫神话顶悬。若是伫迄当时，犹大所在是殖民地、殖民地，伊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。迄个殖民地所讲的语言，伊的官方的语言是啥物语言？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是哪一个语言？希腊语。伊讲的是希腊语。是的，其实我爱讲了较准确一点。罗马帝国伊迄阵若是伫正统内底的经典所用的是拉丁文，但是因一般的百姓讲的话是啥物？希腊语。所以当初时，保罗伊咧写批信的时，拢用啥物款的语言来写？希腊文来写，希腊文来写。然后伫即个中间有2种无共款的人，遮的人拢是所讲的犹太人，但是因用的语言甲因所受的文化无共款。一种是讲阿兰语的，一种是讲啥物？希腊语的。这2种人拢伫教会内底出现。
然后伫即个所在，什么人得到较好的照顾？讲阿人语的，就是变做较在地，得到较好的照顾，迄是因为教会关系。啊，趣味的是，因为着安尼，所以要互代志会当做了搁较好势，搁较公平。所以有人伫遐咧讲啊，分配袂好势，所以啊，规气会当找人来专门负责。啊，遮个文图有几个？12个文图。即12个文图，即个名称是对遮开始的。进前文图拢无讲12个，没有特别讲说12个。但是伫使徒行传对即个所在开始，伊就非常精准讲起12个使徒。12个使徒第12个是甚物人？迄阵已经无犹大啊，犹大已经安怎？自杀吊死啊！所以因抽口啊，抽出马提亚，马提亚抽出即个马提亚。然后伫即个中间，文图起来讲，若要叫阮放下阮的见证，甲阮传福音的负担，来去分配遐个食物，管理遮个教会是无合理的。所以安尼，另外佫选出7个人伫即个中间来服侍。为虾米会安尼？就是因为两项物件。第一个，这是因看顾弱小的文化惯例。犹太人因会看顾因的弱势，因的弱势，特别是伫寡妇的身上。第二个，就是因为教会人人数加添，所以有真侪人顾袂着。所以即两种人伫即个所在。有分配无公平，才有咱今仔日所讲的即个竞争，因伫遮咧参详，要安怎互教会内底管理服侍会当较好势？教会内底有偌济物件需要人伫遮来管理、来服侍，敢若食食，敢若爱餐，敢若拍蜡，敢若要款遮的物件。要会当分配，逐个人拢有物件通食，本身就是一件无简单的事。假使是有人要聚会，毋是伫教会，当初是其实无啥物会叫做教会，你是爱去别人兜因兜聚会，你着搁爱有人款到所在，然后伫迄个中间会当互人伫遐顺利来聚会。有真侪咱看袂到的物件，当然。假使你若是真做一个参与的观众，你毋是服侍的人，你是一个参与的观众。你所看到的就是教会的表面，人来做礼拜，然后时间到有物件通食。总是你无法度伫迄个中间来体会，伫一个教会内底有偌济物件需要管理，需要挂心，有偌济物件需要伫迄个中间爱有好的分配。即个所在有一个真特别的，就是伫咱所讲的即个管理，甲所讲的执事，希腊文内底所讲的执事，甲即个管理是同一个字根，意思就是伊即个原文的意思，执事其实就是一个类似管理者。但是使徒因当初时所呼召的意思是啥物？是爱做见证甲传道，甲即个管理敢有完全同款？其实伊并无完全同款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因需要伫12个使徒以外，佮选出一批人来伫教会中间来做管理。结果因选出来去做管理的人，7个内底其中有一个咱真熟悉，因共款伫咱后壁的经节第7章、第8章，伊就去互人用石头砍死啊！迄是啥物人？司提反。即7个人内底所选出来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咱知影的司提反。但是司提反是安怎去互人用石头砍死？伊共抢吗？伊偷摕吗？敢有人知影司提反去互甚物人用石头砍死？敢有人知影？咱敢若知影伊去互人用石头砍死，但是去互啥物款的人石头砍死？
教会外口的人吗？不是，伊是去互犹太人的会堂内底人用石头啃死。什么意思？啊，咱正讲即个敢是犹太人的会堂？即个敢是犹太人的会堂？毋是，即个毋是犹太人的会堂。即个咧讲的是当初时基督徒的教会，但是甲犹太人的会堂敢有完全同款？其实已经无啥同款。司提反是安怎会去互人用伫犹太人的会堂？司提反是安怎会去互犹太人会堂的人用石头啃死？就是因为伊所讲的物件，对犹太人的传统来讲，已经无啥同款。犹太人的传统所讲的就是摩西五经，犹太人的传统所讲的就是爱受割礼、甲守安息日。你爱伫文化顶悬，成做犹太人，然后我才要接纳你。但是伫后来基督的教会内底，特别是伫保罗所主张的，无一定爱成做犹太人，你嘛会当成做教会中间军队基督的人。所以伫即两个无共款文化背景的下底，即批新出来的遮个人，就是咱后来所讲的基督徒，甲原来犹太会堂内底的人，因伫宗教、信仰以及体制规定顶悬，拢有真侪无共款。然后司提反就是讲基督恶了受罪，所以最后伫去互犹太人会堂的人，伫迄个中间用石头啃死。犹太人伫迄当时无法度去接纳当初时的咱后来所讲的基督徒，但是伫迄个中间，咱会当看见教会伫渐渐形成的过程，会出现两项无共款的物件，一个是专门咧讲到见证甲传道的。一个是咧讲到管理的，所以伫真侪个教派内底，若是用长老教会，伊所讲的就是长老有执事，啊长老咧创啥？敢会记顶礼拜咧讲的，长老咧创啥？长老咧管理的吗？长老咧创啥？长老咧关怀甲勉励，管理的是啥物人？管理的是执事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教会开始，因为人渐渐侪开始分工，开始有无共款的人做无共款的事，为着要互人伫教会内底，伫信仰、伫物质、食物的中间，会当得到真好的分配。这就是迄当时教会的分工。总是虽然即7个人拣出来是为着要做管理的事。但是，伊的要求抑阁是爱啥物？爱有智慧、甲圣神、甲伊三甲之地。即个物件到长老敢有啥物无共？其实并无啥物款的无共。所有伫教会内底服侍的人，拢爱凭着智慧甲圣神的开展，伫迄个中间做伊该做。趣味的代志就来啊！你要安怎知影即个人有智慧，即个人有圣神，甲伊三甲之地？你要安怎知影？伊头壳顶的发光啊，还是伊的祈祷特别好，还是即个人非常热心，愿意伫日头的下底，搁伫遐咧摆档。我想真侪人拢用无共款的才能伫教会内底来奉献，为着要会当服侍上帝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会当互人看见，什么款的人会当成做上帝所敬调。有时毋是用人的标准，但是有一个标准真重要，就是伫即个中间有一个观念，伫罗马书4章4节内底伊讲，做工的要得到工价。毋是稳定，是啥物货？
是应该的。这啥物意思？做工的得到工价，无算稳定，是应该的。互人伫迄个中间重新来思考，保罗伫遮咧讲，当人愿意去服侍，伫迄个服侍应该爱得到伊该得到的。迄个是啥物？迄个有可能是上帝的赏赐，迄个赏赐是超越一般的人所得到稳定的赏赐。意思就是伊比别人较济啦，有去服侍的人，伊所得到的比别人较济啦，因为迄是赏赐。但是伫撒帖罗尼迦后书第3章对第10节后壁段一直到11节，伊佫讲到另外一句：，若有人毋肯做工，就毋通食饭。因为有听讲，伫恁中间有人无照规矩来行，啥物工拢毋做，反倒伫迄个中间来管刑下事。我想即个所在，重新搁一摆互人看见，当教会内底咧供应的时，有时毋是因为你坐伫遐，你有欠缺，你有需要，然后你就会当伫迄个中间来得到所有的一切。伫即个中间，所要互咱的有一种的观念是。伫教会中间的服侍，有时是爱你去参与伫其中，你才通得到你所有的。伫教会内底，人真济，有时人济人少，真歹去讲。但是300个人敢有算济？3000个人敢有算济？30个人敢有算济？我想迄个人数字毋是重点，但是真正的重点是，一间教会内底有偌济人伫服侍，有偌济人伫互人服侍，迄才是重点。假使一间教会有3000个人，但是有1000个人伫服侍，请问一个服侍几个？有3000个人。教会有3000个人，有1000个人伫服侍，请问一个服侍几个？2个。啊，假使一间教会内底有30个人，然后有3个人伫服侍，请问一个服侍几个？迄个比例就差非常济。有时伫一个教会中间会当做事，袂当做事。有异象无异象，毋是在伫即个教会内底人有偌尔济，总是要伫迄个中间来看服侍的人有偌济，迄个肢体就有偌济。肢体愈大，会当做的事就愈快；肢体愈勇，即个教会就哪样。但是恐惊伫教会内底，伊会用人家己的想法甲方式。用人苦人伫迄个中间，你来甲我做伙，咱两个成做肢体，然后别人呢转甲伊放离啊。有可能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圣经节第6章，即个圣经节就是安尼。因为讲希利年的犹太人甲希伯来人两边已经被分派，所以伫迄个分派的中间，你是你，我是我干那要顾我的兄弟。我无要顾别人，伫迄个所在，教会问题就是发生。咱常常咧看赖，伫赖最近有一个我收到的，伊讲吼，火若开，蝴蝶就来，火芳蝴蝶就来啊。啊，人若精彩咧，天就安排啦。但是后壁吼讲着一段真趣味的，伊讲着啥？伊讲吼，你毋通。开会，你的精神去捉一只马仔，马仔敢捉会着？捉袂着啦。所以你嘛毋通吼开会精神去巴结一个人，你毋通开会精神去捉一只马仔，你嘛毋通开会精神去巴结一个人。然后伊有讲着其他的，但我要来到最后一个，伊讲用人情做出来的朋友是暂时的啊，但是你若用人格来吸引的来的朋友，才是久长的啊。伫即个中间，我看看的，伊个真有道理。只不过伫咱的信仰内底，有可能人情做出来的朋友是暂时的，但是较重要的是，
伫信仰的真理内底吸引来的，才是古董的。就算讲伫教会内底，人嘛是爱徛在伫真理的中间。莫想讲伫教会一定就是充满着真理，无一定啦。咱的世界有偌尔乱，教会就有偌尔乱。即甲咱顶礼拜彼得后书伫迄个中间咧读的，其实非常共款。彼得后书最后一章，伊伫遐咧讲，就爱伫正人的中间来坚持咱的信仰，互咱徛在，亲像拿阿，亲像罗德，佮亲像什么人？第三个是什么人？拿阿、罗德吼，罗德，啊，佮一个什么人？哇，读了拢变一个人，有三个人吼。伫迄个中间，爱伫咱的环境中间来坚持咱的真理，互咱会当继续来行。所以用人情做出来的朋友只是暂时，用人格吸引来的朋友才是有的。教会有一个真大的特色。是安那教会甲外口的社会有无共？因为当教会在讲真理，当教会在讲三听的时，伊就亲像是一个老母的声音。因为对圣经内底，伊在讲浪子回头是迄个囡仔，迄个第二囝，伊无论犯着什么款的错，迄个老爸拢等伊回来。伫教会中间虽然有纷争。虽然有真人际关系有时真乱，总是咱伫即个中间是有共款的心志在相信，伫教会内底就亲像母亲共款，看寒咧等。伊所讲的话虽然严厉，但是温柔有耐心。伊所讲的话，伊所做的虽然会甲囡仔修理。总是伊是带着期待甲愿望，伊所讲的话检采，互人真无介意听，尤其是透早要叫起来起床的时上介艰苦。总是伊所讲的话内底是要鼓励人当继续向前。我想教会的特色就亲像一个老母共款，用迄款温柔。耐心、期待、愿望，会当互人继续向前行。但是教会，不是亲像咱所想的，我要撒娇就撒娇，我要任性就任性。教会共款伫迄个中间，爱伫正人的中间学习一个真理。有一个这张迄个典款的迄个PowerPoint，伊讲吼，有一个男人问上帝，他说为什么女孩，有一个男人问上帝，他说为什么女孩总是那么的甜美可爱，可是老婆啊总是凶巴巴爱生气。我跟他一拜哦，伊讲哦，有一个男人他问上帝，为什么我看到那些女孩都是那么的甜美又可爱，可是自己的老婆啊，总是凶巴巴又爱生气。你有这种的体会吗？这有地位啊，这有地位啊。敢讲？结果上帝安怎甲应呢？上帝甲应啥？上帝甲应讲哦，女孩是我创造的，是你把她变成你家的老婆。意思就是，上帝当初时创造一个祖囡仔，就是足甜的、足可爱的，但是是你。把你这个女孩放伫恁兜，变成你的老婆，所以变成怎样？凶巴巴爱生气。我想有真侪时，咱爱去反省咱家己。
是安怎带迄个祖囡仔的时，带的时，就美如仙女。带转来了久啊，全变茶白一只。是嘞，讲啥物？地沟型的。地沟型的是啥物人造成的？有时是咱造成。今仔日伫一间教会内底嘛是。一间教会亲像母亲老母一个祖囡仔，就应该是温柔有耐心，期待甲拍甲望，会当鼓励人继续向头前行。是安怎行到尾啊，变做是真侪的指责，真侪的责备伫内底。是安怎伫一个祖囡仔，上帝创造的是甜水果水。但是看咱接手以后，经过30年，变做是凶巴巴、爱生气。我妈妈嘛是安尼甲我讲。我妈妈迄阵讲，我嫁恁爸进前吼，我足少咧生气，我拢笑眯眯。嫁了后，我定定咧生气。生恁两个了后，伊讲我甲阮弟弟啊，我逐工拢修理囡仔。其实冤枉啦，伊无逐工修理两个囡仔，我有两个兄弟仔，我甲阮小弟一个，两个兄弟仔，伊修理的拢干那我。阮弟弟毋捌咧互修理，阮弟弟足乖，伊修理的干那我。教会要亲像一个老母，伫以赛亚书66章13节内底讲起，我要安慰恁，亲像母亲安慰囝儿，恁也要伫耶路撒冷得到安慰。今仔日咱要安怎伫咱所徛起的所在，会当来得到安慰？今仔日咱要安怎来孝养咱家己的老母？伫咱一世人所行的路窄，用伊所有一尽付出伫咱的身上。有人讲，老母是安怎会老？拢互囝气老的啦。若即句话吼，别人听我毋知啦。若是我想吼，我真有感觉。因为我会记吼，阮妈妈逐摆若生气，拢是骂我。咱的教会嘛同款，咱的教会应该是爱一个真温柔慈悲，爱互人有愿望、有动力向前。愿咱伫即个中间，咱重新来看见，咱要互咱的教会诚做是一个甚物款的教会，特别伫咱准备要来选长老的时，咱也来想，要互咱的某要诚做一个甚物款的某，咱也家己来想。愿咱伫即个中间，咱所孝念的老母，通得到上帝的疼痛甲恩典。愿咱所做的一切，也荣耀咱老母的名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向你来献上感谢。你想赐阮每一个人有出世的日，互阮通过阮的老母来出世。祝阮每一个人有对阮家己的老母无共款的感觉，无共款的孝念。阮中间有人已经真久毋捌看到家己的老母。阮中间嘛有人，伫最近才失去老母。主无论阮用甚物款的心情来孝念阮家己的老母，愿你恩典赏赐阮正人有新的气力跑走阮头前的路。假使今仔日，阮需要家己来排起做老母的责任呢，主愿你赏赐气力、耐心。互阮中间诚做老母的，会当诚做一个有耐心、有信用的老母。假使阮中间有太太，求你互阮学习，要互阮家己的某，通亲像当初是你所创造迄个甜佮水的祖囡仔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无袂记阮家己的责任甲思念，
互阮伫阮所行的路站顶原来看见你的教会，而且诚做亲像一个老母，威严搁慈爱，温柔搁仪态，互每一个人伫即个中间得到向前跑走的开展。阮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